后来继续来看24年前太极门这个案件，当年相关的人有人拢伫尾100岁了。民国85年，太极门去互当时的检察官侯宽仁来起诉，移送税务机关，认定学生送互师傅的敬事礼是补习班所得，必须要来扣税。虽然经过3届刑事的审判，太极门拢来胜诉。 但是国税局有1年的综合所得税无来更正，所以地书这阵人到即摆还搁咧互追讨税务。这个事件若像永远拢看袂到真邦，所以因小招到监察院来တင်情。举抗议标语、发口号、规拍人到监察院去抗议，主要是为着有税学感觉庆案之称的太极门冤案。 那我们穿着练功服走在路上，就是也会被骂，会被耻笑。24年了，这个税务迫害的冤案都还没有结束。少年老母带囡仔来抗议，当时伊只小学6年级尔，对老爸老母做伙伫太极门做地主学气功，所包的敬事礼。 被当时的检察官侯宽仁认定是受任，移送税务机关后，地主讲太极门被扣80年到85年的综合所得税，虽然讲有3摆判决胜诉，不过到即卖要1年税务资料无改，地主讲因还阁被约税，连人税嘛到现场。年龄这么大，我们赶到检察院，我希望检察院给我们一种公道。 加在监察委员有斗3天，即马受害者嘛呼吁国税局主动撤销违法的税单，使得执行署主动退回执行。不过已经经过24天啊，这民众拢伫等一个公道。